就是闪耀在维吾尔舞蹈艺术天空的一颗明星——热依汗孤立阿布利兹。它就是盛开在艺术园地的一朵鲜花——热依汗孤立阿布利兹。啊，维吾尔姑娘，优美的身材简直就是一首诗，举止更是充满了柔情。你迷恋舞蹈，就像多情的公主塞奈姆。我欣赏你的舞姿，宛如恋人艾利普。啊，艾利普又怎能跟我相比？你所热恋的塞奈姆，我每天都在目睹。这就是创造了热依汗孤立这样杰出舞蹈家的故土喀什噶尔。当我看到你如花般的容貌，以为你就是月亮。你那双眸就像黎明的星辰，在熠熠闪光。当你舞起发辫，在舞台上旋转的时候，你就像一只海狸，在金泉中扬起波浪。当我欣赏你那垂柳般的细腰的时候，我惊叹人间奇葩竟如此美丽芬芳。你那娇美的姿态，怎能不引起舞蹈家们的嫉妒？无需多问，一看就知道你是喀什噶尔姑娘。维吾尔舞蹈本身就是一首抒情诗，它是舞蹈艺术家通过灵感调动每一个细胞、每一根纤维、每一条血脉和全部感觉器官来完成的诗。维吾尔舞蹈是一篇充满激情的叙事诗，它是通过形象思维和充满激情的艺术动作来完成的叙事诗。姑娘是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也是美好的现实。啊，她的舞蹈语言就像玉石一样晶莹，她的心也像玉石一样透明。这就是舞蹈明星热依汗孤立阿布利兹。